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声人来慰问，恐惊咱的情像无形仔卵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乖啊，乖啊，阿娘哎呀，不能来吃掉。乖。天光啊，乖囝，阿娘爱你出来。咱来把门关起来，才袂有贼仔来哦。乖，阿娘带你来去找阿爹，咱来找阿爹。连通啊，你若还袂转来，我甲囡仔咧等你呢。乖囝，阿爹要足侪糖仔转来哦。乖囝，乖哦。
领时时就来照顾我。哪走手啊！你任凭互人挡，互人错，互风吹雨淋，你都我都保护你的后代，互因源源不断，搁再活落去，是安怎你做会到？我你丈娘做袂到。我希望你用你润的心来保护我，让我死了后亡魂，当甲我的囝做伙，会当保护我的囝哩。那走去。你这面子，我你少年一世人捌做甲全身是，小脑有当家，只甲遐尼辛苦。我希望我心情唔知，你也互我明白。再相思，含恨断开心魂杯，望袂是红牵惊大，无义面惊饲袂活。照亮世间，伊看破，早鬼要将秀人拖，要死目睭白金金，啥人哪会接歹死？树断草残，家残林，害我含恨命。用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得黄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 为何这呢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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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天高会竟有遮可能代志。还是讲你若有法去找周阿姨报仇？我当然是想要报仇，只是因为我是亡婚，亡婚若要报仇，都爱咸老王有出面。也毋过，我真惊这是前世冤，后世报。假使咸老王若因为安尼无出面，阮就无法度报仇。也因为安尼事，我才会想讲，凡事要等阮亲手报了后，阮才会去阴司地府。你敢知周阿姨人伫倒位？毋知，啊，那你免啊报仇啦。所以我才伫咧遮咧等你这个好心的人。谁人讲？你不但是好心，你有正义感，你会懂情愿。哎哟，我这个哦，我这是人讲唔听，鬼拖裤裤行啦。我唔是心肝好，我是拖空空啦。我伫知，世界上无人会当同情阮母，相信阮母仔囝。诶，好啊，你莫哭啦，我会甲你滚耍笑的啦，莫哭啦。吉达，阮这是一家伙汉尼凄惨的代志，请你来甲我讲清好无？是的啦，好啦，啊无你继续讲啦。我是要求你帮帮我，带阮来去找周阿姨。哦，我知。你讲几落遍啊？就是找周阿姨报仇嘛。啊，我若带你去办代志，我就无时间来趁钱，啊，我就带某啊。我嘛是甲你讲过啊，等我若是报仇了后，我会陪你一个某啊。唉，带某是使啊，饲某才会使分呢，对无？啊，我若跟阮某两个人，逐工相对看，啊，无钱敢哪过日子？啊，无安尼啦，你会当若卖你的杂碎啊，啊，若甲我找周阿姨，那安尼你到时都有某阁有钱啊。好啦，啊无，咱天光啊，咱再来找好无？吼。啊，阁有呢，也阁有。你先甲阮找新主牌好毋？新主牌啊？因为阮是亡婚啊，亡婚若会当对新主牌仔行，安尼婚较会安心啊。就是这。哦，安尼，我看下咯，这久无人住呢。这有影是家破人亡啊。来，入来看卖，吹你哦。来吹你嘿，这个哈，忙叫物件给跋倒哦。歹势啊，实在你还佫我袂记你毋是人呢。无要紧啦，人甲鬼嘛免得有啥物分别。啊，亲像周阿姨，迄敢有亲像人心？对，啊是讲这内底安尼吼，安尼世界乱七八糟，袂输讲迄个土尾唱过共款的。实在是比土匪搁较凶。青娘啊，我都叫你莫来，你看，来到这心情袂歹啦。阿斗的，
搁互我养一个好，你带我转来阮兜，啊，这毋是恁兜？这是阮的店。我是讲，较早阮咧住的所在。哎呦，这画图，袂准敢开遐尼大个。哎，啊，你是有回来无？来，紧找看卖吼。哎，安尼无看你的身躯歹安尼。因是无将我当作是单干吧？啊，好啦好啦，免烦恼啦，去找看卖啦吼。林大，嗯，你是不是会去甲我斗相共一下？我等即有先来斗相共。我是讲，拜托你，将阮大家我的身躯牌，还阁有我的红婿的，甲我找一个所在，寄咧遐，互因有一个香烟好，这无问题啦。也我的身躯牌啊，咧。未找到，搁找看卖啦吼，我一定来找着吼。多谢。你做完。啊，找着找着！哎，舅娘，手机。对吧？好啊啦好啊，莫阁艰苦啊啦。啊，咱即摆你的身躯敢找着吼？我即摆甲恁规家伙仔吼，拢摕来庙死件，吼。好啦，莫哭莫哭。行，呀，进来，进来，对我来。倒位找解脱秘远？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进来，对我来。哇！你是去看着鬼心啦？你才是鬼啦，是鸭掌。啊，等一下看啥？哎，我从来就没看过你，听你的口音，你敢若毋是这个人吼？哦，啊，我着长山过来做生意的啦。咱借问者吼，你是住这附近是毋？是啊。请教者吼，这蛋糕谁来变做这款？这是哦，讲到蛋糕，唉，实在有够可怜的。这也要讲互你知影，都话头长哦。啊是讲蛋糕哪会变做安尼哈？啊，着头家娘啊，自杀死了无偌久，单机就关门啊。自杀？为什么？啊，虽然毋知死几位头家哦，迄倒着死蛋的因某啦。啊，两个人吼，甲迄财产卖了后，啊，包互我款钱款款，伊就走啊呢。我咧讲诶，迄代志经过就是安尼啊，因两个吼串通好啊。有啊，有诶，慢慢讲啊，我气莫遐大，就我死，慢慢讲啊。叫头家，你我当要找你，我甲你交代，以后你若是踮这间店的伫咧故事，若是有货件出入，你着甲我记录清楚。要若是无时到若出问题啊，你着爱甲我负责到彻底。无你真是甲啥人咧讲话啊？我是甲你咧讲话，你甲谁人讲话？这我是算起来是股东的，我有权利，你嘛是有义务。你唔好甲我当作是恁大爷，也是恁孙仔明通的。我是袂当你参详过去，讲咱尔糊里糊涂。你这是咧讲真的吼？我敢有咧讲假？本来这就是假的嘛。你还阁唔相信讲明通有借条伫我的手？我就是唔相信。
迄条照顾一定是假的。我想啊想了啊，四界拢去问，甲拢清清楚楚，根本名堂啊无假实，外口人金钱上的来往。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，你即马甲我辩解哪有啥物？即马这个社会是拢总重症，你有证据？这。你看，这张就是有力的证据。我唔相信。我一定会做到你相信。你要了解，这张照据啊，我若是等关点，佮家天跪你啊落去，包括你份产业，嘛完全拢总是属我的。你啊。我承认讲，我周华死是有影较干净，也毋过，这张照有担你陈明通甲伊的手印，你嘛看甲清清楚楚。甚至讲恁孙仔明通过去的笔迹，你嘛是捌看。看我是拢看过啊，根本咧照顾嘛用咧模仿咧。你意思是讲会当假就对。你假我看卖，你若真是我都当假甲一模一样，我周华死马上随时离开陈记，陈记的财产规拢总属你的。咱生气啦！人周大爷吼会做假的啦，迄罪名有哪袂轻呢？啊，你唔捌啦？哎呀，你真唔捌啦！啊，甲周大爷是咱遮的人呢，过去拢无条件甲你斗相共啊，即马佫是学会股东，你吼应该爱相信伊啊。我你规工都拢咧替伊讲话。无啦，就算我替伊讲话，迄嘛拢为着你好啊。等期你一个人讲无法度管，毋是讲我看你无起啊。等期哦，你也要管吼，免半领随关门啊。好啊好，唔免讲遐尔啊多，要不然呢？规气哦，我摕一步，你也知影。陈记算起来是我大股东，当然赚的钱，红利我绝对是分较多。但讲过去啊，你是我的中辈者，陈记的头家苗你管，啊毋就好。即阵我都毋是讲啥物人较多，啥物人较少，要咧查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但是哦，我相信你嘛了解我的罪，你毋好了我心，咱若无，我会互你去找恁面头。哈！小可你无带过几款啊？嘛无食拢我食了。我周啊死咯，足苦，足爱。足无天良，叫我去做迄落工爱工过，足苦，叫我做迄款工过啊，天地作命啊！啊，足苦！啊，算了，安尼哦，我转来啊。啊，你做啥？你也敢来我厝？啥是你的厝？哎，你是讲唔对啊？唔对，这间厝是我的，唔是你的。我咪讲，这是阮大家的祖先，阮的祖先，出去啦！出，顶下去！你凭什么赶出？你看清楚，这张是照片，毛323灵通地。凭这张照片，恁陈家所有的财产拢过是归我的。什么？算，想的，对，我问你，我问，这才是命令，有实在无？你讲，你讲，你。为头到尾，拢在
甲你骗啦！看，你才看，头家也查某，睇讲佢，要人无甲你谈心，我就我是要做啥？阿是啊，你也敢对我动下动手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你做得好，头家也查某，那是查某，我就知啦，早我就甲你讲好先，别紧张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到这边，我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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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带我走啊！你来等去，死老头！你也敢对你祖妈动下动手啊？哼！你了解你是啥物啊？哈！哼！哎，你若真，我真介意你啊！你这死老狗啊！我甲你斗阵吼，是为着吼要利用你得到你当家的财产啦。啊，你即摆啥物拢无啊啦！你会死！哎呦！你敢讲啥？哎，死老狗！我到底我死吧！哎呀，是安怎？你死还支嘴还阁遐硬？我是讲带念过去还阁迄大将军，无恁别不要你死！你即摆随我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！叫你出去样啊！我到底要管你的校长先做啥呀？咱卖吵，死老狗！可给，你下去，我看你两个偌回事，目睭紧紧要爱看，我定要甲你在死。哎呦，我不相信讲你两个看我好话，哎呦。我们等过，我再后。你安尼哦，真凄惨的。是讲家里无人大哈？哎，煞唔知影吼，买这间厝的人吼，买了无偌久伊就后悔啊呢。我发现哦，这间厝有闷酸的，无清气，所以唔敢搬来住啊。啊，你姓陈头家？发生这个代志哦，迄陈头家吼，伊足生气的啊，了后就起笑啊。大家拢讲哦，迄头家娘啊，会克夫会克主啦，还喊你去自杀啦。哎呀，家破人亡啊，实在有够可怜，有够凄惨的。倒位找解脱秘密？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阿公，阿娘，乖囝来，乖囝，你找阿娘先，你放心，阿娘一定袂离开你，乖。莫哭，乖，莫哭，阿公，来，阿娘讲，阿娘已经找到新主办了，我的大囝，你会用去投胎转世啊？我啦，我是不阿娘。乖囝，我知影你要陪阿娘，也毋过阿娘是为你好，你要去投胎转世，爱吃。我不再跟阿娘斗阵，就是有啥意思？你敢知阿娘我伤心？阿娘，我不最伤心。阿娘，阿娘，我伤心。拜托你，莫跟我走啊！阿娘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好啊啦，因为我惊拢莫去哭啦。恁两个吼，我拢带恁做伙行，好无？莫去哭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你的，一直吵起啦。唔敢离开你，安尼是希望讲，你会当好运，去找一个好的家庭，投胎转世，做一个正常快乐的囡仔，你免被安尼，一个做孤魂野鬼。哎呦，看囝地哭，我嘛好。目屎滴落的涂骹斗的路途遥远，我难得到，啊是你逍遥哦，伫迄头啊的。家在好心的周金斗，汤因唔通目屎流，打头我打咧，搁死过走，互恁报仇来才有熬。收位凊彩啦，食开饭的。有啥物疑难杂症来接一个妹？你安怎？西公啊，免客气啦，来啦，接一个妹小送啦。哦，你这妖妇，你可大胆呢！当头第二，你也敢化妆骗人，这个欺骗就行。你这西公啊，你嘛真输啦咧你！我好意思，我甲你接一个妹要小送，你讲啊一大堆，啥物我咧，啥物妖怪，啥物咧妖孽，哦，这个变装。歹势吼，这次阮帮我做我嘿。你明明就是鬼魂，当头第二你也敢出去？哎呦，我唔是啦，你是靠背啊哈，你耍西公你哈。哦，什么我是鬼？我若是鬼，你就无神啊！你爬今仔日心情真歹，就看一个边互人坐5眼呢，你这脑袋哦，你这长的我甲你讲哦，你这生气啊！这是安尼，你看你老老啊，无啦。快走！哦，大爷，你拿注意哦，你要变哦，你们是变鬼哦。安怎？臭西公，还有白说无？你明明就是鬼。你在这里，我是府城第一道士呢，明明就是鬼。南昌你甲看，来，可笑，你该是，我昨天来听啊听。多谢咧，讲我先跪啦。阿婆，歹势咧，我你规个头拢无做啥物，都不爱插伊，怎啊愈讲愈好看，你个人好。西公啊，今日有够衰啦，哦，家母我规身躯汗，歹势啊，哦，是讲吼，嘿。有听讲真是有一个人甲我真同款的，啊若无迄个西公，就无小明来烧我这款。老弟啊，你这是袂歹看，啊，毋过是。哦，这没啦，这已经足俗的啊！你看这个有赤红，佮赤甲遮幼着，我都看看手工做甲足幼的呢，已经足俗的啊。好啦，你算啊笑吼，后摆吼，我会招吼，足侪朋友来甲你交关啦，互你啊多趁钱啦哈。做啦，安尼，对，安尼。看哪嘛？安尼我做生意，做安尼好无？爸。看哪者啊？不了看哪者？看哪者？
看卖者无？你这啥？有啊？啊，看卖者，看卖者。好，是你。啊，对啦，是你偷鸡啊！对啦，你偷鸡啊！你买啥？那个我看卖者，这袂歹哦。我要水，要水某的，水某的，人别看。要水某的茶。真人，真人，是我话茶咧，会讨鸡啊！哇，你做鸡啊？好，我做鸡啊！你紧走，你是笑，你紧走，你是笑的。你笑的咧？你别走，还我钱啊！你才是笑的啦，啥物人笑的？你莫走啦！啊，你就是个客啊吼，为足水哦，啊你做个客啊？笑，什么我笑的？足水啦！我介绍你啦，你我摸啦，你足水啦！你别走！哦，你在搞什么啦？你别走！别走啊！你别走啊！你别走！好，别走！你别听嘞！你搞什么？你搞啥物件？你走路你听我，你走路我再给你拍死！破病啊你！目睭扎落地啊哟！死狗你真哦！拍死了，有怕人要抓我啦！别走！你在搞什么啦？你来出来，别搞秘密！你一袋来摕出，走！我哪找你的钱袋啊？啊，你讲你无，等下你倒来给你抢着吼，给你皮绑落来。哎，安尼啦，哎，无你的代志啊！你搞什么啦？你干那杀鬼啊？你个屁了不要！你别走！你这做人啊！看到有一个班，学咧搞者，假叫敢火鸡母的。啊，把这囡仔屁准做，要甲你偷白钱，你慢慢着安尼请死死。我安怎？我讲话你来着伊哦，安怎？啥呀？看到鬼，那么赤白白，那么是安怎？海面当搞笑人，你是安怎？我看你靠边啊，来，我给你接一个。我真来接。啊，你也是啦哈！我要死了呀！死了呀！这个查某破病啊，你甲带来，我甲接一个妹咧。无啦，白当啊啦。无啦，死了。倒位找解脱秘密？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我看你靠边啊，来，我给你接一个。啊，你也是啦哈！我要死了呀！死了呀！查某破病啊，你甲带来，我甲接一个妹咧。无啦，白当啊啦。你是靠背哦？你娘嘞，来恁爸惊一个，你是规家伙拢笑了了的哟。阿秋啊哦，笑的，你用敢无？阿秋啊，做鬼啊哦！我无害你啦，我是要带水某的啦，我嘛带水某的啦。你讲啥话？讲你白跳无半句啦。人说兄水结生话，今仔日出来做生意，做无半串生意，当着两个笑的，你娘嘞！你别说这哦，你袋仔用我。我咧靠腰啊，什么袋仔啦？就对你这袋仔内底嘛。哇！你死囡仔咧，你真是去做强啊！讲，细汉偷懒富，大汉你就偷看牛。你是要扛我去倒位啦？我跟你讲，你哦，摕钱来去还迄个小查某。你唔惊我讲，你跟我共党啊？你死囡仔咧，你变来许大人哦！阿姨，我还是不知道安尼做呀。我还有3个小弟想要食饭，阮阿爹对人走，阮阿娘嘛对人走，我还有一个80岁的阿嬷，伊直着住在这边。阿姨，
可怜我啦，阿姨。好啊啦，莫叫我落去啊啦。嘛是可怜，一仔囝偷钱遐济。摕去啊，摕去啊！阿姨，多谢。我甲你讲哦，下摆啊，袂去去共抢哦。你若搁去做强啊，我就甲你塞落哦。阿姨，多谢你吼，你个大人情，我一世人拢袂记的啊。免啦免啦。阿姨，多谢哦，多谢哦，再见再见哦。不见啦。今仔日出门有影运动行饱，这也做啉滚水会夹喙齿，喙喙烂加加会死。我看今仔日若要做生意讲久啊啦，啊当着两个小的，搁当着一个强啊，煞，无紧做啊，要转来。开门！现在啊，开门啊！你困死啊心啊！开门啊！到今晚才转来，你这个死开门啊！来啦！进来。哎呦，你看，你安尼水茫茫啦你。莫当遐啰嗦啦，茶添一杯我啉。茶，等下就知影伸手讨茶啉嘛。我靠，互恁爷敢无茶互你啉？那摕去。无啊，你是咧火大呀？厝内面蜡烛安尼点一大堆啊！我知你阮当是歹代志哦，做伤侪款啦。无你这蜡烛啊点遐尔多。我今仔日吼，拄着李小娘啊！你讲啥？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仔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黄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